Hello，大家好。週日咧有10場嘅賽事嘅，主題賽事咧就係莎莎富力銀袋賽啊。今次嘅沙田賽事咧就係換咗草之後嘅第一次賽事啊，C+3嘅跑道啊，多咗少少變數嘅。出馬咧亦都係有舊有新啊。廖康銘咧就週三咧就3隻馬咧2隻第二1隻第四咧，除咗冇贏馬之外咧，表現依然強勢嘅。周圍嘅賽事咧，賽項嘅馬房嘅馬咧，全部排晒內檔啊！而家賠率顯示咧，呢個馬房咧有機會咧就係全面出擊嘅，大家都要留神嘅。我中意嘅賽事咧就係第2場嘅4班1000米，呢場賽事咧就有好多初出馬嚇，新舊混合戰啊！初出馬之中咧，我中意3號嘅福晉，舊馬之中咧，我中意11號嘅嘉應勇士嘅。呢福晉咧就試咗好多集嘅，近2個集咧就相當之出色嘅，放喺前面又得，喺後邊追又得。同佢一齊試嘅咧，日出東方啊，已經係2個集咧2隻馬咧包 Q 翻嚟嘅。2隻馬嘅而家嘅賠率咧就係福晉熱過隻日出東方好多嘅。睇試集走勢咧，隻福晉都係比佢咧更加輕鬆嘅。所以咧我就揀隻福晉，我相信隻馬咧有機會一出即勝嘅。臨場咧應該係大熱門嚟嘅。11號呢隻嘉應勇士咧轉咗去呢個貴福特馬房之後咧，隻馬立令啊，試幾個集都相當之含蓄，非常之靚嘅，有脫胎換骨嘅感覺。1000米咧肯定係佢嘅正宗路程嚟嘅，亦都係有機會咧轉倉即勝嘅。第2場嘅5班1400米，我中意把匹咧就係1號嘅線路萬里同埋3號嘅鐵甲速龍嘅。線路萬里咧就潘頓咧唔放手啊，今次排個3檔，熱就熱啲，亦都有機會咧打佢勝門嘅，因為3場亞軍加埋都唔夠輸半個馬頭位咧，依馬喺5班肯定超嘅。3號嘅鐵甲速龍咧就2場嘅4班嘅1200米咧已經開始試馬㗎。尤其最後一戰啊，拉咗後邊咧，直路上嘅走勢咧相當之強勁嘅。今次降班真情有機會咧爆冷贏馬嘅。第4場嘅第4班嘅1600米咧，呢場賽事咧就相當之平均啊。我中意馬匹咧就係9號嘅大千紅心同埋10號嘅科創群英啊。科創群英咧上次咧就真情1600啊，沿途包尾咧直到咧追過第3嘅。今次咧換個潘頓上去，潘頓騎咧可能唔使留得咁厚嘅，攞亦都好醒目嘅。爭少少咧，騎高少少咧就應該有機會贏馬嘅。9號一隻大千紅心咧，近2仗嘅1000四賽績相當之好嘅，亦都相當之強嘅。呢馬咧應該今季有進步嘅。今次真情1600。揾個布文，亦都係科創群英嘅最大威脅嚟。呢場馬咧，會一隻比較最佳嘅冷馬嘅，嗰隻就係1號嘅逍遙騎士嘅。呢馬咧就3槓4啊，最後一場3班嘅1200米咧走勢相當之含蓄，有30幾倍咧。如果玩其他賽事，你可以兼顧下嘅。第6場嘅4班嘅1200米，我中意馬匹咧4號嘅全力寶啊，同埋8號嘅加州本事嘅。全力寶咧就上季尾嘅倒數第2場1200米贏得相當之出色嘅，對手亦都相當之強嘅。今季咧復操之後咧，操到隻馬好 fit 嘅。今季內初出排過3檔，揾埋潘頓，有機會咧一出即勝啊！8號隻加州本事咧，連續3場咧已經喺3甲㗎啦，隨時有機會咧4班打佢勝門嘅。呢樣賽事咧就亦都有一隻冷門馬咧，大家可以關注下嘅，就係11號嗰隻銳高啊！呢隻馬咧上次165零米咧狂放啊，都係試個前速嘅啫。今次咧1200米揾阿妹上去，都應該係放㗎啦。如果條賽道咧，你喺前邊狂放嘅咧，咁唔好走得呢隻銳高啊！
第八場嘅4班嘅1400米，咁我中意馬匹咧就係2號嘅勇闖高峰同埋12號嘅巴閉佬嘅。啲勇闖高峰咧上季咧一出即勝啊，後上大外檔咁樣衝贏嘅，跟住出嗰兩場咧接近都係相當之好嘅表現得。今季初出啊，試好晒㗎啦，有機會咧真情初出咧就一出即勝嘅。我相信隻馬咧係嚟初出㗎。咁12號呢隻巴閉佬咧已經跟進咗2次啊，今次咧排個好檔換埋艾少禮，有機會咧好似佢事實咁樣喺直道上咧一衝而過咧打佢嘅勝門嘅。咁第9場嘅3班嘅1400米，咁中意馬匹咧13號嘅一生好彩啊！呢隻馬咧今季咧兩績贏咗2場㗎啦，喺4班，咁咧就出自一個強組嘅，亦都係相信呢隻馬咧越嚟越進步嘅，升上3班咧，我估亦都冇阻力嘅。咁以上咧就係我周日嘅提供啊。周日嘅賽事咧就應該幾精彩嘅，希望大家有收穫。OK，拜拜。